Yeah, Hong Kong, yeah, Let's go. Yeah， 我係嫌生活太豐滿滑稽，戒不了，所以我要聽音樂。我係嫌生活似困獸滑稽，在心頭唯有靠音樂解憂。愛上了，我發覺似吊人會發燒，點算好？要點樣做個感覺都係高？我祈禱求神，希望得到指引，幫我戒咗毒癮，離開幻象森林。聽音樂都係幫到我嘅一件事，不過我都知道要靠毅力當磨練。當漸漸個人越嚟越清醒，靠決心令趕邪靈心境，聖經音樂得回應平靜。我係嫌生活太苦悶滑稽，戒不了，所以我要聽音樂。我係嫌生活似困獸滑稽，在心頭唯有靠音樂解憂。去到邊音樂都好似身邊嗰套跳，個腦好似不停笑，創意靈感一直燒，苦悶嘅生活方式有咗刺激，好似都冇咗壓抑，想去浸就一直聽，要幫手嘅要開聲。我嘅音樂就好似一種開心嘅電波，揮霍唔係潛落，你置身於雅閣。我係嫌生活太豐滿滑稽，戒不了，所以我要聽音樂。我係嫌生活太滑稽苦澀，戒不了，所以我要聽音樂。我發現生活太憂慮恐懼，在心頭唯有靠音樂解憂。